好，咁咧，我哋而家就正式我哋開始呢個簡介會啦。好，咁各位老師大家好啦，咁多謝大家喺百忙之中咧抽空嚟到出席由 JASIS 同埋原心教育公司主辦嘅第一屆香港歷史文化創意影片大賽 AI 啟導綱領遊中嘅比賽線上簡報會啦。咁我係今日嘅主講人 Marco 啦。咁今日咧，我哋大約會用半個鐘嘅時間左右啦，同大家去詳細去咁樣講解究竟我哋嘅計劃宗旨、比賽主題內容、活動時間表啊，誒、各個嘅隊伍組成啊，甚至乎一啲叫賽前工作坊嘅詳情啦。咁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日嘅講解啦，可以確保翻老師喺帶領各位學生參賽嘅過程之前咧，可以有充足嘅準備嘅。咁喺活動嘅進行期間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咧，咁歡迎都可以利用 chat room 啦，同我哋嘅同事 Cyrus 去到聯絡嘅。咁佢會安排呢個即時嘅解答俾大家啦。咁喺各完成晒所有簡介之後啦，我亦都會總結一啲常見嘅問題，再次去回應翻俾老師嘅。咁好啦，咁事不宜遲咧，咁我哋就正式開始啦。咁喺開始之前咧，咁我哋都特登想借呢個機會啦，我哋去多謝，去到多謝各個嘅機構去嘅鼎力支持啦。咁今日舉辦呢個工作坊咧，咁其實都係好唔容易噶。咁我哋都好多謝各個機構啦，係同我哋並肩同行啦，為香港嘅學生提供翻一個探索 AI 技術同埋本土文化嘅實作機會啦。咁正正係因為有呢啲機構嘅資源喺度啦，同埋專業團隊啦，咁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呢個光影遊中嘅構思得以成真嘅。好，咁另外啦，我哋都要特別再支持翻我其中一個參與機構啦，咁就係智保 AI 啦。咁智保 AI 咧就今次為咗呢個特別嘅活動去到加碼啦，俾頭20間嘅參賽學校咧係贈送呢個 AI VIP 會員嘅資格。咁而呢頭二十間參賽嘅學校咧，會喺報名截止日期2月6號之後咧，會由我哋大會啦，統一發放呢個 VIP 會員嘅賬戶啦，俾翻各位老師嘅，可以俾學生係喺比賽期間，直至到去6月之前咧，係可以係運用呢個智普 AI VIP 會員嘅。咁我哋咧就係啦，啱啱就提及到，我哋會有20個嘅頭20間學校，我哋就會獲贈呢個 VIP 智普 AI 會員嘅 account 咁樣。好啦，咁我哋就喺正式咁樣講解活動嘅比賽內容之前咧，我哋會想講講究竟點解我哋會舉行呢個比賽啦。咁我哋成日都講話香港其實係一個充滿故事嘅城市啦，但係就對於現今嘅一代攞住手機長大嘅數字原住民嚟講啦，咁其實歷史對於佢哋往往咧都會係顯得好遙遠同埋枯燥啦。咁尤其是係喺數字化嘅浪潮之下啦，傳統嘅一啲靜態嘅展覽同埋一啲嘅文字導賞咧，對佢哋吸引力已經係大減，亦都係好難以去觸動到習慣於碎片化由短視頻或者 social media 去獲取信息嘅學生。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正正我哋想舉辦呢個比賽嘅初衷啦。咁我哋大會啦，就希望透過 AI 生成技術咧，作為一個橋樑。咁我哋可以就解決到喺歷史題材入邊充滿住一啲抽象南明嘅南美嘅 picture 啦，同埋一啲昔日嘅面貌，係好難去做重現喺腦入邊重演嘅痛點啦。咁所以我哋希望透過成個嘅比賽，我哋係希望學生唔單單係淨係識得寫 prompt，而係會借住呢個機會咧，由歷史入邊嗰個嘅被動接收者嘅角色啦，變為一個叫主動創作者嘅角色嘅。好，咁今次大會其實對於呢個比賽咧，都會有一個願景喺度啦。咁希望透過成個比賽咧，可以建立一個契機啦，俾參賽嘅同學啊，為咗創作咧，佢哋可以主動行入去社區入邊，去發掘
關於香港嘅故事，喺創作過程之中咧，同我哋香港嘅 community 咧有翻一個深度嘅連結喺度，利用翻成個嘅比賽，利用翻呢個 AI 科技嘅力量咧，去重新詮釋翻呢個香港嘅百年風華。好，咁我哋就接住落嚟，我哋會講一講呢個叫比賽主題啦。咁今次所有嘅參賽隊伍咧，都必須係要以以下三大嘅主題咧，係圍到一個叫 AI 影片嘅創作。咁分別就係文物時空之旅，第二個就係古蹟變身計劃，第三個就係身邊嘅歷史課。咁喺文物嘅時空之旅入邊咧，咁其實我哋着重點咧係重現翻文物嘅歷史。換句話嚟講，其實我哋想聚焦翻喺博物館入邊嘅古物啦，同埋會聚焦翻係佢哋嘅藏物啦，利用翻 AI 技術咧，還原翻成個嘅歷史場景，一啲關鍵時刻探索翻究竟啊係對於香港歷史嚟講啊，佢有啲咩重要事件同埋風貌係得以承傳嘅咧？咁而第二個主題啦，就係古蹟變身計劃啦。嗱，古蹟變身計劃咧，我哋呢個重眼點咧，我哋就會着重係推廣旅遊嗰一方面。咁我哋目標咧就係希望同學仔透過呢個主題，係針對香港嘅法定古蹟或者係歷史建築，去製作出一個具備宣傳力嘅旅遊導賞嘅 AI 片段啦。咁去推廣翻我哋香港嘅本土旅遊嘅。咁而第三個主題，我哋係會提及到呢個叫做身邊的歷史課。嗱，今次身邊歷史課咧，我哋着重點咧係會係聯繫當下。我哋希望所有嘅參賽同學仔咧係可以發掘到香港社區入邊嘅一啲叫做歷史嘅痕跡，譬如係一啲叫舊街牌啦，或者係一啲老店啦，係希望透過用翻 AI 咧，係重現翻佢背後嘅變遷故事。咁由細小嘅物件去到連結翻我哋嘅現代。好啦，咁隊伍組成個方面啦，咁今次大會啦，係主要嚟講，我哋分咗做三個嘅比賽團隊喺度啦。第一個就係高小嘅組別，第二個就係初中組別，而第三個咧就係高中組別嘅。咁每間學校咧都係必須要咧係因應翻參賽學生嘅年齡層啦，去到報名翻嘅。而每一間學校喺每個組別入邊係最多係可以派出5支隊伍參賽。換言之，譬如假設我而家係中學嘅老師啦，我而家係想為初中嘅同學，我係 total 會有5隊嘅學生，而高中嘅同學係亦都係可以有5隊學生，total 一間學校最多係可以提供10隊過嚟參賽嘅。咁我哋隊伍組成嗰方面啦，係每一個小隊咧係必須係由1至到最多3名嘅同學仔去嚟組成，同埋所有嘅隊伍成員咧都係必須要係嚟自同一間學校。咁當然啦，為咗係去到同翻所有嘅隊伍進行聯絡啦，每一隊啊，我哋都係需要安排1名嘅指導導師嘅。好，咁接住落嚟咧，就去到我哋呢個比賽嘅活動時間表上邊啦。嗱，咁請大家都留意翻投影片上邊嘅活動時間表啦。首先，我需要再次強調翻啦，今次成個比賽嘅所有環節咧，費用都係全免嘅。咁報名日期咧係由今日開始，截至到去2月6號。咁有興趣參加嘅學校啦，咁記得喺截止日期之前咧，係填妥好網上嘅報名表格，咁去到同我哋進行申請嘅。同時間，我哋大會亦都係為咗減輕老師嘅負擔啦。除咗今日嘅線上簡報會之外啊，我哋會係喺3月14號當日會舉行一個免費嘅工作坊，係安排俾所有嘅參賽嘅師生去提供翻一個好簡單嘅工作坊，內容係包括比賽一啲遞交文件嘅實例啦。我哋到時候點樣去生成一啲基礎 AI 生成影片嘅教學啦，同埋一啲用 Canva
係背後剪片嘅一啲嘅小技巧喺度嘅。咁而截至到去我哋嘅4月17號咧，我哋就係所有作品嘅提交嘅截止時間啦。咁我哋去到5月中旬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舉行呢個頒獎典禮。好，咁啱啱我哋都提及過啦。咁其實3月14號咧，我哋其實會有個實作工作坊啦，係提供晒俾所有嘅師生去到出席啦。咁呢場嘅工作坊咧，就唔單止係一個講座，咁其實都係一個渠道，係俾大家更加了解到時比賽究竟我哋所有嘅規則同埋規範嘅。咁當日啦，我哋其實都會包含咗4個核心嘅範疇啦。第一個我哋就會講一講比賽規則同埋技術指引方面啦。第二個我哋會講一講啲評分。第三個我哋會講講點樣用 Canva 進行一啲後期嘅編輯。而第四個我哋會講一講點樣去應用一啲 AI 平台去到生成一啲嘅影片。咁喺呢度我哋都會特別再鳴謝翻啦。其實活動當日咧，除咗係我哋會有專業嘅導師之外啦，咁我哋都係非常之榮幸啦，可以邀請到香港嘅 Canva 大使同埋評審團隊嘅成員之一親臨去到指導嘅。咁同埋我哋都會特別再多謝翻可道中學啦，可以提供翻呢個活動場地，同埋有一班係優秀嘅同學仔咧，係當日會提供翻作為一個叫做技術嘅小助手嘅角色啦，幫我哋嘅師生去提供翻嘅指導啦，咁樣樣嘅。咁我哋當日啦，咁喺比賽嘅規則同埋技術指標方面啦，我哋嘅評審團隊之一啊，我哋會詳細講解喺當日現場會對翻各位嘅師生去講翻個三大嘅主題，啱啱提及過所有嘅要求。到時候4月17號，我哋需要遞交翻嗰3個，除咗 AI 影片之外，我哋要遞交嘅創意說明書同埋一啲後製記錄相關嘅標準範圍。咁當然啦，佢亦都會再同各位嘅參賽同學仔啦，去講一講究竟佢會係對於成個嘅評分方面啊，除咗係關於你嘅 AI 影片美觀上嚟講，亦都會係因應翻究竟學生選擇嘅主題可唔可以扣連得到even 係佢哋嘅可唔可以會發掘到連論到我哋一啲社區嘅歷史痕跡，我哋都會有一個詳細嘅標準去到講解嘅。咁完咗呢兩個部分方面啦，我哋就會請我哋 Canva 香港嘅 Canva 大使 Terry Sir 咧，佢就會去到現場，去到進行一啲 Canva 嘅AI 應用教學，教翻俾各位嘅同學仔。咁去到最後啦，我哋都會係教翻，譬如係利用智譜 AI 啦，或者係用其他一啲喺香港合法使用嘅 AI 平台，去到生成翻一啲影片教學，俾翻現場嘅同學仔。到時候生成咗影片之後，我哋會將佢 plug in 入去 Canva 嗰度，去模擬翻成個嘅剪輯，咁俾翻成個嘅工作坊，都係希望係以翻一個叫做比賽嘅形式，提供翻所有嘅技術支援同埋引導，俾翻所有嘅參賽同學仔嘅。好，咁啱啱我哋都提及到啦，咁喺參賽嘅隊伍咧，係喺4月17號之前啊，必須要提交3項嘅完整文件同埋檔案啦。咁呢度就會個 checklist 俾大家嘅。咁就頭先啱啱講過啦，第一樣嘢我哋係影片作品啦，AI 影片作品啦，係要求係創作出一個60至到75秒 MP4 格式嘅影片作品。而第二樣嘢就係創意說明書，係300字內嘅 PDF 文件嚟嘅。第三樣嘢就係你哋嘅後製記錄啦。係以 Canva 作為一個後期剪輯影片剪輯嘅平台嘅連結，俾我哋大會去到 check 翻相應嘅作品嘅。咁我哋而家都會針對住呢個叫做提交項目嘅清單咧，去到作一啲嘅技術規範
去到講解啦。咁我哋首先針對住第一項影片作品嗰方面先啦。咁首先第一項影片作品嗰方面咧，我哋都有少少硬性嘅規範俾大家嘅。咁首先第一樣嘢，由於我哋今次成個影片製作咧，都係需要學生係使用 AI 生成影片。換言之，一成條影片咧，我哋都係需要所使用嘅材料、所使用嘅素材，都係100%係用 AI 生成，嚴禁係使用任何實拍嘅素材喺度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咁由於今日今次個比賽咧，我哋都係獲得Canva 大使嘅贊助啦，或者嘅支援啦，咁所以我哋今次都希望成個嘅比賽形式咧，所有嘅剪接、後期製作，包括佢嘅轉場，包括佢入邊嘅文字排版、一啲字幕嘅安排，甚至乎 even 係一啲音響都係必須要係喺 Canva 平台度完成嘅。OK，咁而影片上交影片作品嗰方面咧，我哋嗰個解釋度咧係希望所有學生咧都係以 MP4 嘅形式，係以1080P 或以上嘅解釋度咧係上傳到俾我哋嘅大會去到作為一個檢閱啦。咁60至到75秒嘅期間咧，係已經包含晒所有嘅片頭片尾嘅環節嘅啦。咁記得有一樣嘢都要特別去到同各位參加嘅同學仔同埋老師去到講嘅，喺影片作品上邊所有嘅音效配樂，even 係 AI 素材都好，都麻煩各位同學仔都要注意啦。我哋係希望係使用翻一啲嘅免費免受版權嘅音樂，咁所有參賽者都要確保翻咧，你哋使用嘅音效材質咧係一個合規性啦，同埋你哋係嚴禁係使用人哋已經生成咗嘅 AI 影片當為自己生成嘅素材去到進行呢個比賽嘅。咁而成條影片上邊嚟講啦，我知道有啲同學仔都會希望加入一啲叫旁白嘅要求啦。咁喺個語言限制方面，所有嘅影片旁白同埋對白，我哋都會不設限制。換言之，同學仔係可以自由選擇係利用廣東話、普通話或者係英文進行創作，都係冇所謂嘅。好，咁以下係一啲叫做生成式 AI 作為嘅參考啦。咁喺香港係合法嘅渠道即係我哋係唔需要用 VPN 進行AI 生成嘅平台啦。我哋會包括係用有邊啲平台啦，譬如係智譜 AI 啦，我哋會有個 Grok 嘅 AI 啦。咁有啲老師之前都經大會嘅 WhatsApp 聯絡翻我哋啦，咁就詢問到可唔可以用 Gemini，其實係得嘅，因為 Gemini 咧Google 嘅Workspace 嗰個位置啦，其實係可以係喺香港係喺免 VPN 情況之下係用嘅。咁所以無論你係用 Gemini 又好Grok 又好，智譜 AI，所有呢啲比較大籠嘅 AI 平台咧，都係合乎參賽翻我哋呢個嘅比賽條件嘅。咁而一啲配音生成上邊嚟講啦，即係首先我哋講嘅旁白啦，或者係一啲叫做係旁白嘅角色啦，我哋大會咧就建議係用翻Minimax 啦，同埋 HeyGen 嘅生成平台嗰度去到進行呢個嘅 Generative 嘅。好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會講講究竟創意說明書入邊係需要包括啲咩嘢啦。咁呢份創意說明書點解我哋係會要求各位嘅參賽者係需要提交咧？咁因為我哋所有嘅評審團隊都係會按照呢份創意說明書咧係到進行評審嘅。成份創意說明書嗰度需要係包括啲咩內容咧？第一樣嘢需要講翻究竟參賽隊伍你所選擇嘅主題係啲咩嘢？另外，點解你會選題嘅動機？譬如你揀咗我哋其中一個主題古蹟變身計劃嘅，咁點解我哋會選擇係以呢個地標或者文物作為一個主體去到生成呢條影片咧？咁當然啦，我哋會需要各位同學仔都係
對翻成條影片有一個好簡單嘅內容簡介，同我哋講翻成條影片你最尾想帶出嚟有啲咩目的，成條影片你想嘅中心思想係啲咩嘢？even 你條影片係會採取啲咩表達方式，我哋都希望各位同學仔可以係喺我哋呢份嘅創意說明書上邊係包含嘅。咁當然，咁為咗俾我哋評審團隊知道各位同學仔參賽者係使用咗啲咩 AI 工具啦，咁我哋都需要有一個叫做 AI 技術嘅申報，係包含埋喺我哋創意說明書上邊。咁你哋會需要咧去到篩睇翻究竟所有嘅 AI 素材，你係用咗啲乜嘢嘅 AI 平台去到generate 出嚟嘅咧？咁同時間咧，我哋亦都係需要求同學仔最少係提供翻3條 prompt 嘅指令出嚟，去到俾我哋大會知道究竟你哋係用咗啲咩 prompt 生成到呢條 AI 片段，或者係呢段對白出嚟嘅。咁因為呢個 prompt 咧都係非常之重要，係關於我哋嚟緊下一步我哋講緊評審去針對住成分嘅評分嘅準則喺度啦。咁成分 prompt 嗰個列表咧，我哋有少少嘅建議喺度啦。希望各位同學仔喺寫 prompt 嘅過程之中咧，會簡單去描述翻你嗰件指令係點樣令到成個嘅作品嗰個目標啊，係可以維持成個風格係同一性啦。咁我哋希望嗰個要求咧，就係你段 prompt 事前你段 prompt 寫咗啲咩落去。直出落去俾我哋直出嚟，最尾嗰個成果係點樣樣，都係照 copy and paste 擺翻落去我哋呢份創意說明書上邊咁就得啦。咁記得啦，我哋係最尾遞交翻呢份創意說明書咧，我哋係要以300字以內嘅 PDF 檔進行繳交嘅。好，而最尾一個就係一個叫後製記錄啦。嗱，後製記錄方面咧，就相對嚟講簡單少少嘅。我哋淨係要求各位參賽嘅隊伍俾翻一條 Canva 影片製作嘅編輯連結副本俾我哋嘅啫。我哋需要核實翻究竟你係唔係利用咗我哋 Canva 平台進行創作嘅，同埋你哋究竟運用咗 Canva 剪片嘅功能。even 係 Canva 入邊有啲 AI 功能上嚟講，一啲轉場嘅技巧係會點樣去運用到落去呢條片度咧？我哋都係會係去到睇嘅。咁好啦，咁我哋啱啱講完晒我哋遞交清單上所有嘅技術規範啊，同埋詳細要求啦。咁我哋嚟緊咧，我哋就會去講講我哋評審團評審嘅準則啦。嗱，今次評審團咧，我哋嘅組成成員非常之豐富啦。我哋會有6位嘅評審團員去到組成嘅。咁6位評審團咧，都係會以翻以下4個嘅準則去到進行評分。咁分別係針對住你哋 AI 創作影片嘅內容，你哋點樣後期嘅影片加工，你哋嘅 prompt 嘅掌握程度，以及成條影片嘅美觀創意嚟講，total 100分去到進行評核嘅。咁喺內容方面啦，咁就會係 base on 翻，首先評審團隊啦，佢哋就會睇翻你哋成條嘅 AI 生成嘅影片啦，同埋你哋嘅創意說明書第一段嘅嗰個簡介內容去到進行評分嘅。咁評審團隊咧會針對成個嘅影片嗰個敘事角度啦，同埋評審會睇下究竟參賽隊伍啊，對於成個嘅地標或者係文物嘅歷史理解，可唔可以符合到嘅主題去到進行評分嘅？咁呢度係會佔咗30%啦。咁而去到 Canva 後期製作方面啦，就係去到影片加工上邊啦。我哋評審團咧會去睇透過 Canva 入邊嗰條 link 啦，去睇翻各位參賽團隊啦，喺後期製作方面啊，究竟用咗幾多嘅 Canva 後期製作嘅技巧上邊嚟講，去創作呢條片，呢度亦都會係佔30分嘅。咁而額外20% 嗰度啦，
就會係睇翻嗰個 prompt 嘅精準程度啦。我哋目標係想了解究竟參賽團隊咧對於 AI 生成嘅內容掌握。咁究竟佢哋到時候嗰個 prompt 嘅嗰個生成指令啊，對佢哋生成嘅內容嗰個準確性係點樣樣咧？我哋呢度就會根據翻嗰個創意說明書去到進行 justify 嘅。咁而最尾嗰個位置啦，我哋就會 base on 嗰個成條影片嘅美觀啊、流暢度啊、視覺美感方面咧，我哋會有20%咧，就係評分係喺呢方面嗰度。咁總計咧就係 total 100分100%喺度嘅。好。咁就嗱，今次我哋嘅我哋大會啦，今次呢個比賽啦，咁我哋嗰個獎品都非常之豐富啦。咁每一個嘅呢度 total 我哋會有5個嘅獎項啦，而每呢5個嘅獎項咧，我哋都會分別係喺高小組、啊、初中組同埋高中組咧，都係會各自會有呢個獎項嘅。咁分別係有一等獎啦、二等獎啦、三等獎啦。一二三等獎咧，我哋 total 係會各有一隊係會可以獲得呢個獎項嘅。而優異獎方面啦，就係根據我哋評審團評核嘅總分，第四至到去第8名咧，去到頒發呢個優異獎嘅獎項嘅。咁一等獎方面啦，咁今次我哋就三個各個組別啦，即係3個組別啦，每 total 都會有一隊係可以獲到一等獎嘅，分別佢哋可以獲得咧總值港幣1500蚊嘅書券啦、獎座啦，以及參賽團隊每一位學生都可以獲得呢個 WPS Office 嘅1年家用版 AI 元件嘅套裝啦。咁而二等獎方面咧，就係可以獲得總值書券800蚊嘅，同埋獎座。咁而三等獎嗰方面咧，就係可以獲得價值600蚊嘅書券同埋獎座。咁而優異獎嗰方面咧，就會係評分總分第4至到8名咧，就可以獲得呢個獎狀嘅。咁今次大會咧都會有一個特別嘅獎項啦，就係一個叫做最佳 prompt 大師獎啦。咁呢個獎項咧就係為咗係表揚對於生成式 AI 具有卓越駕馭能力嘅參賽隊伍啦。評審團會依據翻prompt 嗰個設計能力嗰個單項總評分總分嗰度，去到再為各個嘅組別得分最高嘅隊伍咧，去到頒發嘅。咁得分組別嗰個單項總分組別最高嘅隊伍咧，佢哋就可以獲得書券價值600蚊同埋專屬嘅獎座。咁另外呢度我想提一提翻各位參加嘅比賽同學啦，同埋老師啦，我哋今次所有完成賽事並且提交作品嘅隊員咧，全部都係可以獲贈由大會發放嘅參與證書以資鼓勵嘅。咁呢個獎狀嘅原則上嚟講啦，我哋每位學生咧，淨係會獲得一份最高級別嘅獎狀。換言之，譬如我係呢個我呢個小組上嚟講，我呢個參賽隊伍係有一等獎嘅話，咁佢就會喺份證書上邊會標到明一等獎。如果佢係獲得優異獎嘅話，咁我哋會喺份證書上邊都會標明係優異獎嘅。咁而最佳 prompt 大師獎咧，呢份嘅獎項咧，就係同其他嘅主要獎項咧係並存啦。咩意思咧？即係話其實得獎隊伍嘅學生，譬如假設啦，佢獲得三等獎嘅參賽隊伍，同時間會獲得最佳 prompt 大師獎嘅話咧，佢係會有2張嘅獎狀，一張獎狀係標到明係三等獎。而另外一張獎狀咧，係會寫到明係有一個叫最佳 prompt 大師獎嘅。好，咁我哋最尾就會講少少嘅注意事項啦。咁我哋今次大會都係希望各位參賽嘅同學仔必須要注意翻，你哋所提交嘅作品咧。
都係必須係要由個人或者團隊係到原創啦，係未有使用過任何第三方面嘅知識版權，例如係其他 social media 上邊嚟講一啲嘅人，佢哋已經生成嘅 AI 圖片啦，去到運用去到我哋呢個創作上邊嘅。咁所有嘅作品咧，都係唔希望有任何抄襲同埋違規違法版權嘅問題啦。咁同埋啦，我哋都會有少少嘅技術變更嘅權利啦。咁都係因應翻而家 AI 有啲平台，咁譬如Google Gemini 嚟講啦，咁最近都出咗一啲 news 就話對於香港使用佢嘅 Gemini 嚟講，都會有少少限制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因應翻佢啲情況咧，去到修改翻我哋比賽嘅細則。咁詳情，如果假設啦，我哋真係有任何嘅修改嘅話咧，我哋都會利用翻我哋大會聯絡 WhatsApp 嘅渠道啦，去到再同各位嘅參賽隊伍去到進行溝通嘅。好，咁去到呢度，咁相信經過頭先啱啱嘅講解啦，咁老師其實已經好了解到我哋嘅比賽啦。咁我哋想喺度再次同呼籲各位老師啦，記住係喺2月6號之前啊，如果有興趣參加我哋呢個比賽嘅老師咧，記住可以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 係進行報名嘅。咁相關嘅活動詳情咧，亦都係可以 scan 翻我哋圖入邊左邊呢個嘅 QR code 去到獲取翻。咁如果你係對於成個嘅比賽內容有任何查詢咧，都歡迎你哋去到 message 到呢個聯絡電話同我哋聯絡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會有同事 Cyrus 咧去到整合，首先關於簡報會上邊有啲咩嘢問題，或者一啲常見問題會喺我哋大 group 度，咁而家我哋就會進行一一嘅解答嘅。好啦。好，咁第一條問題，如果無法出席工作坊，即係我諗老師講嘅無法出席工作坊，應該係我哋比賽實作嘅工作坊嗰上邊啦。後續會唔會有翻相應嘅 PowerPoint 進行更新？會有嘅。我哋後續咧相應嘅工作坊 PowerPoint 咧，都會同翻我哋出席、我哋參加咗比賽嘅老師啦，同埋學生啦，都係會有更新翻。但我哋亦都係再次鼓勵翻啦，如果真係時間上係夾得到3月14號星期六嘅話咧，係去到現場我哋可道中學嗰度去出席翻呢個工作坊。因為當日咧，我哋真係會有 Canva 大使去到同大家講，究竟我哋成個嘅影片剪接啊，一啲技巧上邊係點樣去利用 Canva 去到進行嘅，同埋我哋會有翻我哋大會會有一條 demo 嘅片段，係到俾各位老師去到進行翻一個參考嘅。好，第二個問題，可唔可以使用翻Codespace 360 AI 嘅功能，然後將呢個拍攝場景嘅影片啊，等翻入去Canva 入邊，去到進行去到進行編輯咧？所有作品咧都嗱，而家我哋所有嘅影片作品都係必須係要由 AI 生成出嚟嘅，係可以嘅。你哋係可以利用翻
CoSpaces 360嘅 AI 功能咧係 gen 咗出嚟，然之後抌入去Canva 入邊嗰度進行剪輯。但係記住有一樣嘢必須要緊記，我哋會除咗，即係我哋知道 CoSpace AI 嗰方面咧，係可以到時擺埋啲 character，咁然之後利用翻編程嘅元素啦，係到生成到一啲嘅對話出嚟嘅。咁記緊一樣嘢，我哋係成個比賽，我哋都係會睇 Canva，你哋編輯後製後期製作嘅上邊嗰個嘅應用情況去到進行評分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翻所有嘅比賽團隊都好啦，無論你係用乜嘢平台，譬如係用 GoSpaces AI 去到將一啲生成嘅影片，或者用其他 AI gen 嘅影片，記得咧都最好唔好一條兩三條影片直接抌入去，咁就完成咗成件事啦。咁因為我哋睇 Canva 影片個剪輯嗰度咧，我哋嗰個評分咧都係有成30分咁多嘅。OK，好，第三個問題，點樣去提交翻作品？誒、提交作品嘅方式咧，我哋會係去翻3月14號工作坊當日啦，現場會係當日去到公佈嘅。好，第四條問題，指導老師可唔可以相同？咁啱啱我哋都提及過啦。咁其實一間學校入邊嚟講咧，每一個組別，譬如假設你係中學嚟講啦，咁每一個組別你最多可以排5隊。咁你可能一間中學你 maximum 嚟講，初中組同高中組 total 會有10隊嘅同事出席呢個比賽啦。咁可以係由一位老師同時擔任該學校嘅所有參賽團隊嘅指導導師，但係必須要注意啊，嗰個嘅指導老師咧，必須係該學校嘅參賽團隊嘅指導導師，即係你換句話嚟講，我 A 學校嘅老師唔可以作為 B 學校嘅指導老師。好啦，咁第5條問題。影片中可以混合使用唔同 AI 工具生成素材嗎？例如使用字譜 AI 生成部分嘅畫面，用 Grok 生成另外其他嘅畫面，最後剪接到一齊。答案係得嘅。我哋今次成個嘅影片製作咧，我哋冇規範任何 AI 生成影片嘅平台。咁記住啦，我哋而家呢個簡介會嘅 PowerPoint，我哋所有嘅生成式 AI 嘅平台都係以供參考嘅啫。你係可以，譬如我用字譜 AI 將完頭5秒嘅片之後，我係再用 Grok 嘅 AI 幫我再將後5秒嘅影片，最尾再用翻 Canva 去到做剪輯，都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必須要再同各位老師去到再講講啊，無論你係使用咗邊個嘅 AI 平台生成影片，或者係其他嘅語音生成啊、字幕生成都好啊，咁記得咧都係必須要去翻我哋嗰個創意說明書上邊去到申報翻。OK，咁第6條啦。有老師問到啊，如果學生係喺影片嘅過程之中啊，使用手繪嘅影片或者係自己拍攝嘅影片作為輔助素材，係咪違規？咁記得呢樣嘢啦，我哋成條嘅 AI 影片啦，今次呢個比賽咧，都係希望各位同學仔參賽嘅隊伍都係使用 AI 生成嘅素材去到進行呢個影片嘅設計。如果係同學仔係使用，可能譬如自己畫完手繪嘅圖片，再抌落去 AI 平台嗰度去 gen 翻相應嘅video 出嚟，再應用翻落我哋條片度係冇違規嘅。但係如果你係話我將一啲手繪嘅圖片或者係一啲
自己拍攝咗嘅 video 抌落去我哋 Canva 上邊嚟講咧係違規嘅。好，咁我哋就截至到呢刻嚟講咧，我哋就有呢6條問題啦。好，咁我哋仲有冇老師係有其他問題？好，咁我相信各位老師咧，聽完我呢個簡報會之後啦，咁對於我哋成個比賽都有充足嘅了解啦。咁喺最後上邊嚟講啦，我哋都想引用翻我哋大會宗旨入邊啦，嘅一句説話，我哋希望咧係用翻 AI 係活化翻香港100年歷史嘅回憶啦。咁我哋大會係期待最尾係誒可以收到你哋嘅 video，可以令到一啲封存嘅歷史啊、古蹟文物咧，可以有一個更加具備創意嘅宣傳啦。咁我哋亦都可以期待啊，可以嚟緊嘅3月14號嘅工作坊，可以再次係見到大家。咁今日相關嘅簡報會嘅 PPT 同埋錄影咧，我哋會係經我哋嘅大會團隊去到剪輯咗之後咧，我哋會係喺下個星期會喺我哋大會嘅宣傳網站嗰度發放嘅。咁今日嘅簡報我哋就去到呢度，咁多謝大家嘅出席。